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相片椅顶头这位老大年人，就是奉献伫咧酸亚产业超过一甲子，人讲是芒果之父的郑汉慈老先生。伊伫咧旧年不幸来过身。5月22号，拄好是伊对年的日子。市府文化局特别选定伫咧即天，踮伊的厝挂上名人故居的纪念牌，来表达感恩的心。郑汉慈老先生伫咧1954年开始试证海外引进的酸亚品种，经过网糖甲酸糖的考验，犹原无放弃，最后才互玉井得到酸亚故乡的称号。安尼成果甲付出，互伊的后代子孙拢相当骄傲。个人拢会定啊，要安怎样无法度啊？阮大官即阮婆婆搁伫的，就去较早卖网啊，伊是讲网啊有网搭嘛，家去车网搭来坐一来看套啦。迄工资无法度嘛，无法度通去用啊。结果呢，阮爸爸上无用袋子来甲套起来啦，袋子甲套起来吼，安尼较方便啦。专程出席挂牌仪式的市长黄伟哲，除了肯定郑老先生对着酸亚产业的奉献之外，面对哪日对着总统人选提名，答甲真厉害，认为政治人物应该爱学郑老先生无私奉献的精神。郑先生，伊不管是种爱文、酸亚的这个技术，或者栽培的这个套袋的方式，甚至伊家己这个行过失败路，因为伊捌种到一半，后壁去放海去吼，所以失败路拢无藏私吼，拢公开，互后壁接下来咱的农民会当用。玉井因为郑汉慈老先生的付出，互全台种酸亚的面积大大来增加。郑汉慈伫咧90岁高龄来过身，包括总统府也颁褒扬令，市府也为伊的故居来挂纪念，这是对伊的奉献表达感谢甲对视。等新闻专员中采访报道。人口老化是全球的趋势，台湾目前也已经正式进入高龄社会。为了要协助高龄长者学习，丹内区的环湖乐龄学习中心就针对长者的身体机能，设计出适合因的多元特色课程，让银发长辈会当快乐学习。今仔咱的乐龄学习中心的揭牌足重要，因为咱的陈理事长、陈主任以及咱各位校员以及咱的议会。咱2位议员陈议员、吴议员，大家清楚对着咱的70岁以上才有资格的，70岁以上的咱的乐龄学习中心有即个足好的成就，提供一个好的场所，政府要来合一寡资源来互大家快快乐乐来学习，这就最好的。所以我想，这未来咱这是大内区第2个乐龄学习中心，但是未来咱搁来经费稳准的话，搁来成立较济的乐龄学习中心。这个由着环湖社区所新办的乐龄学习中心，以长者忘忧忘老、在地共学共好作为愿景，将社区的产业结合课程，让长辈会当有一个持续学习的所在。等新闻专员中采访报道。议员沈振东、郑嘉欣、沈家凤甲林义莹4位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强调短医生受到劳基法的保障，不止防止医生过劳，避免出现血汗病医，相对嘛是增加民众的医疗品质。会中议员质疑该立法对3月公告较大，劳工局并无相关的宣导甲辅导合法的配套，所以呼吁一定要落实医生劳权。劳动部呢有颁布，就是说接下来的住院医师呢也要纳入劳基法。那纳入劳基法之后，我们的业务量就会更多。那我们呢也希望说劳工局也能赶紧加紧脚步来落实我们的住院医师的劳动检查的部分。我们住院医师适用于84之1的责任，那可以增加这个训练的权限，
以及定定我们的学习目标。唯有定出这个规范才可以真正的来执行。那这些我们所有的这些住院医师，一定要扎实的训练，更身体的健康。那我们是希望说，要求劳工局这里跟治安健康处要有所准备，对于这个重大的医疗劳动权益的变更，相关的配套措施一定要来提前的来完善。所有台南受影响的医院的数量跟医师的人数都要清楚掌握，以及未来要引导各医院与住院医师在书面契约的相关作业，也要来先行的拟定。那不要让这个医师的工作又变成无限上纲的责任制。我们都知道，基层的医疗人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此，劳工局长王新之表示，立法以后已经启动适应劳基法的医生人数等盘点，7月1号就会陆续办理宣导会，在今年全面辅导，明年以后才会配合劳动部进行专案检查。会中马甲议员以考核表达支持。护医师劳权，台南不能缺席。守护医师劳权，台南不能缺席。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原老公相当难得来到北区户政事务所内底，手的红线伊甲民众互动，有侪民众拢争取的红线，希望有好姻缘，或者是伫爱情路上顺顺利利。同时，伫咧北区区公所也打造了真美丽的入口意向。目的就是希望互较侪来遮办公的民众会当有一个更加优良环境。咱的元老公会上，咱来看，这看喙食四方，毋听食四方，搁熬做夫人。所以讲，人每一对来遮不管是办迄个户口的啦，还是办结婚登记的啦，来到遮一定是喜气洋洋。我想咱台南是一个适合做人做事、恋爱结婚的一个好所在。尤其伫咱北区这个府北府镇府北附近，阁是咱所有在咱市区内底离火车站上界近的一个户政事务所啦。所以讲来到遮的服务我想处理便利，服务搁赞。所以伫遮呢，我嘛会代表着咱的区民来感谢咱府北府镇会使做遮尔好的一个发想，互咱的居民有一个真好拍照的景点。这片美丽图画是特别邀请台南二中美术班的学生所创作出来的，所画有烦恼有鸳鸯，全部拢是象征着爱情。北区区公所嘛认为，这未来会是结婚新人拍卡翕相的好所在。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乐团团春和剧团今年因上新的作品，包括艺术总监郎祖云、演员谭爱珍、侯燕诗甲吴欣提等人专程南下甲媒体分享，希望透过戏剧拍破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一倒去厝就是看手机亲像生份人同款的现象，用类似笑诼歌舞剧来真实反映家庭生活。吃饭了。哎呦，王少冉，你这个便当回家的时候放到水槽是有多困难呐？王少军，你不下来，我们就不开动啊！赶快下来吃饭好不好？没吃个饭都要3催4请的，你们很大牌是不是？对呀，这个就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来了啦！
我们自己本身都对这个戏很感动。然后最好有趣的是，它看起来不有压力，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出说教的戏，没有，我们等于就是像把一个家庭直接把一面墙摘掉，你就去看这个家庭的生活，包括我们的舞台设计，大家全部看得到他们在房间里面，不是一场一场的哦，就是楼下有事件发生，楼上的人在房间还是有事的。而导演呢，韦以诚在设计这个戏的时候，虽然我们在里面没有唱，可是在音乐设计的衔接上面，把它做得很像歌舞剧。会中市府文化局嘛，专业推荐民众来看这出在轻松切开当中，却是感动人、有教育意义的戏剧。你要跟他沟通，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网路先拔掉，他才有办法面对你。那我们就会去执行这件事情。如果我希望他早一点睡觉，或是我想要跟他谈点事情，我们就要挟他，你再不跟我讲，就拔网路线。那你会找不到网路线，就变成说你必须要把他跟手机连接的那个部分拿掉之后，他才有办法面对父母，才有办法跟你做沟通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然后探讨现在家庭所面临的问题。我想我们很多戏剧的一个创作，其实都是在探讨当代现在大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好，家庭问题也好。那也是戏剧现在非常受欢迎的原因哦。已经连续3档都有新的作品，嘛选择来台南巡回演出的春和剧团，今年嘛邀请民众6月1号做回来感受家庭的温暖加欢乐。电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然后还有开箱文，还做。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学生因家己所组成的小卷沙拉这个乐团，伫咧石鼓文创湾区热情十足的演唱，展现出少年人的活力。石鼓文创湾区将要首度举办的冲击音乐季，希望成为南台湾流行音乐的指标性比赛。好，那这次呢，我们的原创乐团选拔大赛呢的总奖金非常的高哦，总奖金高达了100万，分别是第1名就有50万，然后第2名是25万，第3名是15万，然后以及评审特别奖2名的是5万元的奖金。那这一次的评选方式呢，采取预选的部分是由网络传我们的资料，然后来做初选。接下来在7月份的时候，在我们的现场进行复赛，以及8月10号的决赛，以及8月11号。活动的最后一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前3名的团队，可以在我们的主舞台跟我们的表演艺人一同参加我们的音乐表演的演出。冲击音乐季预计伫咧2019 7月20号到2019 8月11号的这段时间来举行，为期3礼拜。目前主办单位也正咧接受全台湾各地民众踊跃报名参加当中，欢迎热爱音乐的乐团，无论是对这种类型，拢会当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民众时常因为酒气、喙齿长气，或者是有缺失的问题，需要制作假喙齿来恢复。对此医生表示，因为过去金喙齿的价销愈来愈贵，而且并无美观，一看起就知影是假，所以现在愈来愈多人选择全部拢是虚假的材质。物质设置接近真的，强度愈做愈好，嘛较袂有过敏的状况。伫欧美国家有将近5成的患者使用，加上所谓齿科的切割技术愈来愈成熟，预估将是未来增加喙齿的主流。假牙的验付材料是有很多种了，那以往会显得看起来假的原因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说是选用那种全金属的材质去做的话，那当然大家一看就知道那可是假，因为它就是金属颜色的。那后来有发展出就是里面是金属，但是外面烧了牙齿颜色，那这会改善一点点。但是因为它还是里面有一层金属，所以它为了要遮掉那个金属的颜色，它会显得那颗牙齿很死白。那再加上如果说之后牙龈萎缩出来，那个假牙的交界会露出来，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假的。嘿，所以今天才会介绍说，就是有一个全陶瓷的材料，那可以去做选择。医生表示，这款的材质平均一个爱自费2-3万，不过强调无上好的材料，只有上佳适合的，所以接受治疗进前，也是以个人的体质来讨论，而且日后的清洁加定期的会诊，才让好假喙齿发挥上好的效果。咱的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